向太陳嵐近年活躍喺社交平台，不時爆料圈中秘聞，又分享家庭趣事。日前佢拍片大爆向佐中學時期嘅一段事件。當年學校發起捐款興建泳池，其他同學多數只係捐10蚊、20蚊，最多咪100蚊。但向佐竟然直接寫會捐10萬，令向太大為震驚。佢回憶話：我有啲呆咗，問佢有咩資格捐咁多。向佐就話：我要我哋班全校第一名，寫10萬就一定第一。最後向太真係開咗支票，但警告佢唔可以有下次。佢直言10萬係為咗自尊心，金額係過分咗。之後向佐都承認做錯。向太強調教育小朋友要有正確金錢觀念，有幾多捐幾多，屬於自己可控範圍就得。佢話直到向佐結婚有咗家庭之後，先開始真正理解金錢嘅重要性。